伫新竹市有一个老大人骑乌托邦咧等红灯的时阵，向规个人倒落去，爬起来时阵，佫徛袂知。救护车到现场发现讲，伊是血糖上过低。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血糖低就会徛袂知、手会喘。有这款病情的人，食食食药就一定要照时间，才袂出意外。停等红灯后一秒，边仔一个查甫人向对乌托邦顶悬倒落去，爬起来了后，人佫伫路中喊来喊去，亲像啉酒醉共款。救护人员来到现场才知影，原来是低血糖引起头晕。经过简单检查了后，好佳在人无代志。刚开始看到的时候会以为是怎样？喝酒啊。哦，都以为是喝酒就对了。对啊，因为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老人家那有晕眩的情形啊，然后现场救护人员给予评估之后判断为低血糖，那现场救护人员给予口服葡萄糖粉之后呢，患者有医师有明显改善，然后随后患者的朋友又到场协助患者返家。医生提醒大家，最近天气变来变去，温度变化真大，有低血糖的民众一定要注意，若无上严重有可能会造成昏迷。血糖这个低的时候会造成这个有点类似中风的症状，步态不稳，心悸、手抖。那这一些是可以透过一个口服的这个葡萄糖液，那就可以马上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所以这个血糖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现象。另外，有低血糖的人，除了爱注意食的物件，食了药嘛要歇困一时才会使出门，以免因为头晕发生意外。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